国内让12档搁再出现阿米巴寄生虫食脑的案件，这是一个住伫北部的30外岁的女性，伊呢因为伤热去耍水，结果煞互寄生虫对伊的鼻孔走入去，引发脑膜炎，一礼拜就过往。业者目前是已经先停业，现场环境全部消毒。 日头赤炎炎，天气有够热，不少人乱去游泳池、溪边耍水。暗过伫耍水时阵也要注意，因为新北市一个30外岁女性最近无国外旅游史，7月1日出现头壳痛、肩胛头、颔棍硬正的症状，随去个发烧、畏寒、头壳痛、颔棍会痛，个揪筋，去看医生。 发病进前，要去室内亲水设施佚佗，因为病情进展真紧，伫8月7日死亡。 经过采检确诊是福氏内格里阿米巴原虫感染所致出的脑膜脑炎。福氏内格里阿米巴原虫好发于夏季，自然水域戏水时，应避免搅动底部池水或淤泥。 疾管署表示，这是近12年来第一摆看到，也是国内0年来第2例个案。福氏内格里阿米巴原虫是淡水湖。 河流当中自然生存的大细胞寄生虫，真爱温暖的环境，应生存伫46度的温热环境当中。在较高的温度之下，应低渐进化。可能传播的情形是民众伫自然水域活动时阵，将含有福氏内格里阿米巴原虫的水注入去鼻孔，个因嗅觉神经进入脑部发病。因为无适当的治疗方式，致死率是真高。阿米巴原虫其实。 它必须要专门的单位去做检验，它的诊断比较困难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公认有效的一个药物可以治疗，所以它的致死率可以高到99% 以上。目前新北市卫生局已经要求业者有风险停业，加进行环境清消。 裁剪环境检体与水池检体，后续由中央带回检验，以厘清感染源。待业者完成清消后，将再度前往稽查。医师强调，这种寄生虫主要是寄生在淡水环境、海水是白。民众若要耍水，唔通去无消毒的水性，也要避免砸到、甲掺到水内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